我哋繼續分享《傳道書》，今日揀嘅經文係7章25節。我轉念一心要知道，要考察，要尋求智慧和萬事的理由，又要知道邪惡為愚昧，愚昧為狂妄。嗱，弟兄姊妹，原來呢個作者佢願意知道、考察同埋尋求第一樣嘢係咩啊？叫智慧。我哋就記得我哋之前靈修3分鐘箴言書裏邊好出名嘅經文，佢話：當你願意敬畏耶和華上帝嘅時候，呢個就係智慧嘅開端。呢個開端唔單止講開始，而係講當你敬畏耶和華上帝嘅時候，呢個係你人生好重要嘅內涵。所以傳道書嘅作者佢不斷去考察，不斷去研究，好想明白乜嘢叫真智慧。真智慧係咩啊？敬畏神。真智慧係咩啊？認識神。真智慧係乜嘢？係相信神。所以經文佢繼續講落去，佢話佢除咗去尋求智慧嘅時候，亦都好想去知道整個萬事嘅由來。人係一個渴求知道好多事物，所以我哋有科學，我哋係有哲學，我哋想知道、想了解世間上天文地理、宇宙嘅結構、人生嘅問題。我哋人係好想知道，但係冇辦法知道晒嘅。跟住佢再提醒我哋，佢話我哋要知道，最重要知道咩啊？邪惡當中成為人生最重要嘅愚昧。因為點解呢？你如果人生遠離咗呢個智慧，你人生遠離咗仁義道理嘅時候，你陷喺罪惡當中，你成為一個邪惡嘅人，你就係愚昧。所以喺聖經裏邊，無論喺箴言書或者傳道書，都提醒我哋唔好做愚昧人，要做一個敬畏上主嘅智慧人。